最近有好多人嚟諮詢問我哋麗珠蘭黑盒加 Jova Look 嘅效果到底係點？而家市面上非常多唔同類型嘅水光產品，大家係咪唔知揀邊隻好呢？話晒都係打喺塊面上面噶嘛，梗係要謹慎啲啦。如果大家真係唔知揀邊隻好，我推薦大家可以試下韓國而家熱賣中嘅 Jova Look 加麗珠蘭組合，唔單止可以補水、改善細紋、收縮毛孔，仲可以提升面部嘅豐盈感。麗珠蘭黑盒絕對係近幾年最大熱嘅水光產品，佢產地嚟自韓國，主要成分係 PDRN。喺野生三文魚生殖細胞裏面提取嘅 DNA， 裏面仲添加咗2% 大分子嘅 PN 可以改善皮膚裏面嘅結構，增加皮膚組織嘅修復能力，所以可以改善到皮膚老化、受損、痘痘等嘅問題。佢亦都獲得 KFDA、CFDA、CE 歐盟嘅認證。Jova Look 嘅中文名係素顏針，咁佢屬於膠原蛋白嘅增生劑，近2年都好受歡迎。佢產地嚟自韓國，佢主要嘅成分咧係 PDLLA 同埋透明質酸。Jova Look 唔單止可以促進皮膚膠原增生，仲能夠令到皮膚豐盈飽滿，適合想改善毛孔粗大、有暗瘡印、想改善疤痕問題嘅人。最近有好多客人嚟諮詢問我哋麗珠蘭黑盒配啲咩打更好，我一定會推薦同 Jova Look 一齊打呢個組合。佢哋嘅成分喺抗老方面都非常之有效，雖然作用同原理都唔一樣，但係都可以提升到肌膚嘅平整度，刺激膠原再生嘅效果非常好。簡單嚟講 ，Jova Look 係種子，麗珠蘭係肥料，兩個加埋效果會更加顯著，而且佢係可以俾我哋身體完全代謝。安全方面係有保障，而我哋蘇嫣都有優惠嘅套餐。